台洋流将有可能伫咧花莲台东登陆，而且有变强，无排除变做中度风台。上紧明仔载中昼进前发布陆上警报。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进前公告讲，日本游客伫台湾调查头的比例有增悬，警方表示和英国来比，确实是有增加。行政院下晡有开记者会，说明台美关税未来争取关税降低，也莫用塔起的方式来强调谈判无乌相作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这风台动向，讲这个风台洋流呢往台湾东部方向来，而且无排除讲有这变强的可能性，有可能是变做是这中度风台。气象署上紧伫今日暗时深更到明仔载早起呢，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那中度发布陆上警报。按算这风台会对花莲台东地区来登陆，一天就离开台湾。影响上界激烈的时阵是拜三，全台湾拢会落雨，那花莲台东含南部的山区就要注意大水雨。轻度风台洋流向台湾东海岸部部逼近，也有可能穿过台湾本岛，而且强度持续增强，有可能达到中度风台等级。气象署预测，拜三影响台湾上界激烈，花莲台东这个所在拢有可能是登陆的地点。若做路线不变，上紧拜一半暝至拜二早起，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二中昼至卡到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最高几率会登陆的地点会落在南花莲、台东的这块区域，其次就是在花莲、宜兰这块区域。那目前的状况都是比较偏南边一点。因为风台将对台湾过来，根据气象署120点钟，风台暴风侵袭记录显示，到拜下晡2点，全台湾包括台东县、嘉义县市、云林县等，已经有6个县市暴风侵袭记录超过9成。台中、中华南投等6县市也达到8成。另是全台12县市有一半气候风台暴风可侵袭记录超过80%。气象专家提醒，洋流风台虽然范围小，不过强风大水雨的威胁也是要注意。在迎风面，也就是所谓的宜兰以南地区，都是它的这个迎风面的地区，也是属于剧烈降雨以及发生强阵风最为显著的一个热区。气象署表示，因为风台影响，拜三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是华东地区、南部山区，一定要注意有局部性大水雨以上等级发生的机会。提醒民众要做好防范风台准备，不过风台路线甲强度也是无确定，请民众持续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预报资讯。记者采访报道。洋流风台方向往南修正，正有可能伫咧花莲台东登陆。这农民已经有事先做准备，会当抢收的就赶紧来收成。那福寿山农场和武陵农场拢宣布，明仔载下晡开始呢，已经成收园。那台东往回绿岛兰树的船班，还有后壁湖往回兰树的船班，明仔载过道是全部拢取消。洋流风台可能直接向台湾来，当然后壁种芭乐的农民赶紧架设竹篙啊，强调芭乐树，搁采收存无偌济芭乐。农民表示，顶回丹那市风台来袭，就已经将10几万粒的芭乐全部毁掉，即马搁拄到洋流风台下当了的芭乐也存无偌济啊。洋流来，我看哦，损失不到1成啊，因为剩下2成啦。如果再来这就1成啊，我们就剩下1成可以采摘啊。因为风台路线往南修正，可能伫花莲台东一带登陆。台东种雪茄的农民一点仔拢唔敢大去，尤其大目雪茄当日结果，农民透早就开始修剪雪茄的树枝，搁先采收大果，减少损失。紧家加的，安尼较唔要损失遐济，较袂倒涨的遐济安尼。伫花莲水尾的护工文带油，过2礼拜才会完全成熟，品质甲口感才会达到上好的时机。当地农民决定无抢收，要甲提供白也拼一下。要等2个礼拜之后，文旦柚才会完全的成熟。我们现在农友决定是不抢收哈，那也决定说跟老天爷赌一把。洋流风台来甲真凶，福寿山农场甲武陵农场拢宣布，拜二下昼起，实施有警性游园。伫海运方面，花莲渔港有真侪渔船拢无出港，加强风台准备。小型船业者也会看风雨的状况，随时调整敢是出航。交通部航港局是公布，拜二中昼过了后到拜三规日，台东来往绿岛、台东来往南屿、后壁湖来往南屿船帮会全部取消，请离岛游客注意船帮的动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最近真接落雨，这中华社头的清水村含山湖村接来淹水。昨下晡落大雨，当地是搁在做大水啊。当地村长就表示讲，是因为当地挖坑排水系统水规个涨起来，害这大水是下无路。对顶个月风台到担，尚无大水就做误解啊。大水甲土水冲落来，车路正做一条黄色的河流，两边的居民看唔到人，赶紧关防水门。中华社头中正路车站下晡因为雷阵雨造成淹水，早起虽然水退去啊，不过道路也是无法度行。几乎将护照锁开，当地人才会勉强进出。这条道路连路中华社头清水甲山河两个村，当地居民讲，因为伫八卦山下骹加上地势较低，互大水拢向这边流过来，居民拢负装防水门。连续落，一直落足大，2点钟就会入来啊。因若看雨落无停，因就雨满清才来闸门，才来闸。但是因是昨才闸，我进前因拢是讲有停。山湖村有2个人，地势较低，受影响差不多60外户。清水村长表示，路会淹做安尼，是因为当地乌仔坑排水系统在早年规划时阵，就是将山顶的水引导到下骹的道路来宣泄。不过为顶个月做风台到即马，大水已经暴涨5摆。去年一拄啊尔，今年就顶回迄个风台到即阵落来5遍啦。咱看这乌仔坑吼，安尼对对这个山头的水落来。其实早期整治的时候，其实就是针对它现况的这个两侧污岸，就是直接借由下游的道路啦，跟侧沟去宣泄这个径流啦。山外蛮多这种就是山坡地有很多那种坑溪，然后没下雨的时候人还是会使用嘛。那下大雨之后，它可能就当坑溪在流这样。中华管区表示，早年伫八卦山下骹的电中治水甲社头拢是安尼规划，倒来会加强野溪、青杜墩山，也甲林保署加强边勘检地，尽力减少灾害。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台美关税这个议论呢，行政院今下晡有开记者会来说明，强调这谈判也未达成协议，一方面是时程因素，美国爱和真侪国家来谈判；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对美国有贸易逆差，主要是主通性产品，希望会当含232条款做伙来协商，过程会较复杂。未来也会争取关税降低，也莫用他气的方式，甚至是强调讲这台美的谈判无乌伤作业，会有线顶专区互各界去查。美国对顶关税，台美谈判进度大家正注意。在下晡，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年，带真济下晡的首长召开记者会，面对这阵啊关税谈判秘密作业的质疑，甲各他起的关税计算做一个回应。去年的贸易逆差是739.2亿，当中有90%是逆差。是来自于半导体、资通讯产品、电子零组件等 ICT 产业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持续的沟通232条款相关的议题以及供应链的合作。陈丽君解释，目前谈判进度台美也持续伫磋商，包括8月7日关税上路迄案都有视讯会议。顶礼拜是拜5也有视讯磋商，强调台美谈判卡条的，主要是因为咱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9成是 ICT 产业，相关供应链合作的沟通真复杂，双方会就232条款对顶关税同齐做伙磋商。美国未来希望成为世界 AI 中心，而我国在半导体及高科技产业长期跟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是互补合作的，所以未来双方互补合作的空间非常的大。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合作。我们希望谈判结果除了再降税率，也能够开启一个更好的我们的产业经济的国际的布局。行政院讲，目前进度是技术性磋商大概先完成，但是对顶贸易的主要协议已经达到伫磋商，不过非关税部的障碍，也就是产业是不是开放也未当公开。另外，对美国投资金额嘛也未定出来。那因为我们的工具机产业事实上一直在升级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就会遇到的是德国跟日本。那这一次来讲，的确，经过这个暂时性的这个关税以后日本跟德国基本上关税是比我们低一点的。行政院分析，对产业影响，像讲工具机、兰花、飞蛾虎，咱较书面；其他像手工具、水五金、塑胶，因为竞争对手是中国、越南这个所在，有希望减少冲击。劳动部嘛公布，这波关税冲击可能会有4.2万人面临失业、减班休困，会推出薪资差额补贴，也甲减班休困训练补贴，两个会当合并来领。
记者采访报道。台积电对今仔日开始要举行2天的董事会，进前国发会主委也就是台积电的董事刘敬清就讲到，董事会会说明2奈米案情。另外，美国总统川进前宣布，台积电会投资美国美金2000亿，并进前台积电家己宣布的1650亿是搁较济，这金额敢是会变动咧，引起外界关注。台积电董事会在举行，会连续举行2天。国发会主委也是台积电董事会刘敬清进前表示，台积电董事会会说明2奈米案情。董事会除了听调查报告，也会强化技术保密机制。因为这个涉嫌卷入台积电2奈米制程泄露秘密的工程师，其中3个拢是清华大学的校友，引起产业界甲教育界正关心。这次发生这种事情，清华我觉得不要回避啦，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大学，有病就治嘛。好，没病就防嘛。可是有毛病不要回避，也不要说他毕业了哈就没有 comment， 没有不予置评。顶礼拜五，台积电股价受到可能得到美国协免半导体关税激励台股攻上24000点。不过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对顶关税是个他起的方式，这个消息致使11个台股开盘把落破24000点。不过台积电开价走悬，盘中搁捌冲上1195块的新关价。不过尾盘收回涨停收伫1180块起5块，带动大盘由乌变红收伫24135点起114点。这届台积电董事会讨论的内容，那是泄露秘密案，佮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对外宣布台积电要增加投资美国，为本来的1650亿提升到2000亿美金。另外传出川普以为爱台积电介入英特尔的经营，甚至入股，这恐惊拢是讨论的议题。接下来的16A、14A 应该也都还是领先啊。而这些先进制程一出来之后呢，美国一定会要求台积电去设厂了。这就是为什么实务上有没有可能再加350亿美金？这个确实是有可能啊。专家分析，以台积电来讲，爱加投资350亿的美金，搁伫会当接受的范围内。台积电是讲会伫12董事会结束了后，对外发布新闻稿说明。记者采访报道。今年到5月呢，超过58万名日本游客来到台湾旅游。不过，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进前的官方网站就讲过啊，讲台湾呢，伫台湾钓杂头的比例有称悬，特别点名高雄啊、永康商圈、树林夜市啊，还有中山捷运站，拢有日本游客物件拍无起。也若警方统计到今年的8月呢，这湘北地区呢有16件，和英国来比，确实是有增加。调工提出雨伞集体第二花件营造烧浓的假象，其实是要趁机会偷摕物件。永康相关的这个涉案被害真是来自日本，经过警方调查，锁定4名菲律宾籍的嫌犯，也不过人早就出境。不少外籍旅客来台必访的永康街商圈，现在被日台交流协会点名发生了日本人遭窃案件，提醒来到这里的日籍游客要特别留意扒手。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伫官网发出公告，仅代表提写到台湾这两案件呈现相关的趋势。那提到永康街、高分啊、树林夜市、甲捷運中山站一帶夜訪集體點名有日本人被害個案。すごく治安がいいと思います。夜も出歩けるので、すごく安心して旅行楽しんでます。今まだ着いて2時間ぐらいしか経ってないので、危ないところには行ってないですけど、楽しいです。根据警方统计，今年到8月受理日本籍旅客伫台湾防偷提案件，台北市已经有11件，新北有5件。犯案热点集中伫老街商圈夜市等地。对比历年数据，全台接到日本籍报案，搁较为2022年的个位数，到今年7月已经14件，当年提升。原本有查到2名的是蒙古籍的犯嫌有涉及窃盗案，那我们目前正在扩大清查中。另外，我们有结合双北的扒窃小组来共同交换防窃的情资，进行区域联防，会持续的来加强宣传，并且继续的努力，让所有的旅客能够有一个更良好的旅游环境。其实，伫高分啊等地入口所在登记税务告示牌，用中英字韩4种语言提起注意前流啊。也毋过面对日本罕见的声明，警方也加强巡逻，提升警警率，就惊这个工具引起治安稳休，冲击外国旅客来台意愿，更加升等台湾的国际形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这台中2中半暝1点外出来跳电，是校园内面的电力设备出现故障。紧急发电机启动了后呢，唔若伤大声，而且佫有臭大味。住伫学寮囡仔是拢惊到，学校赶紧安排因去到体育馆。也公告讲，这2天呢，这暑期辅导和定补修课程补课时间另外通知。地下室机房乌妈妈发电机的声音响袂煞，台中2中11透早点外传出跳电，学校先安排200个住伫宿舍学生走到体育馆。早起6点外，紧急公告休热辅导甲中补修停课1日。学生表示半暝有听到真大声音，佮闻到臭灰大味。有声音，然后后来就是慢慢开始有那个烧焦味，后来就出来了，有点整夜没睡。因为体育馆那边嘛。就是空气流通不太好，很闷，就直接跑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就直接坐在那边待1个晚上。台中2中表示，半暝声音甲臭灰大味是发电机紧急启动造成的。台电接到通报，检查外部供电系统运作正常，确认是校园电力设备故障，毋是台电的问题。学校机电人员依原的检修，初步排除小动物干扰问题。伫官网甲各班群组通知停课，也通知家长接住伫宿舍学生转去。初步了解状况，目前机电人员还在了解当中。那当然，至少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安全机制，或者可能电流在那边中有些状况，那我们的发电机跟断裂都第一时间做启动。不过，经过学校全面检修了，依然无法度完全排除故障的原因，因为安全考虑，台中2中12依然停课1日。中补修课程一旦复课了后，由老师甲学生讨论补课的时间，各用线顶的方式来上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基隆有一个伫咧山边的社区主体1楼的儿童游戏室，车站呢有这骨壳灰烧到遐，甲一个查甫囡仔夹着伤。经过消防人员的处理，送病院做血清了后无生命危险。专家表示讲，因为最近天气足热，室内较凉，蛇才会走入去内面。消防员紧急做救护处理，也不过查甫囡仔也是妈妈好，感觉是真疼。详细一看，查甫囡仔倒只脚盘，有风加伤，空吹4颗胃拢肿起来，原来是互亲戚儿童游戏室的毒蛇牛角花夹着伤。消防员发现是蛇夹着伤，随送去基隆长庚病院做会清，已经无大碍。迅速帮小朋友做初步处置之后，我们赶快送基隆长庚医院。那小朋友送医后是无大碍。夏季是我们蛇类的一个活动高峰期，那有前往山坡地或临近区域的时候，要注意记得安全。基隆动保所协部请猎蛇手上到现场猎蛇，原来这个社区瓦山边游戏间位伫1楼，蛇才会顺势走入去内底。社区就我所知，它其实靠在山边，蛇就是从外在的环境顺着中庭进到游戏场内。那我们就是统计一下，去年1年就抓了600多只，1/3将近200多只是龟壳花。专家指出，台湾6种有名的毒蛇，骨壳花、目镜蛇、雨伞蛇、8步蛇、7步蛇，也佫有赤尾青蝶虱。其中骨壳花活动区域挖进人类住所，甚至密伫厝内暗的所在。龟壳花它本身在台湾是比较广泛分布的，春夏就是它们繁殖的季节，所以它们现在的数量会比较多。居家的环境其实对很多的小动物来讲，就是蛮舒适的，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专家提醒，若拄着毒蛇，唔免惊吓，保持距离，因就会慢慢来离开。若无细腻，护蛇家一定要记哩蛇的形状、灰蛇。将资讯提供给医生，对医生判断使用血清有帮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美浓的吉阳里有农地发生违法偷乌土石的代志，这乌的面积大约是1公顷，深度要到20米遐深。民众讲呢，本地是要做停车场，哪会知影讲乌一坑遮大坑？市政府表示讲，业者无经过许可就来乌土石已经罚2摆，拢总罚300万。当时6月初也移送地检署侦办。塑胶车一台接一台载土入来倒落窟窿底，因为美浓吉阳里这块农地，进前有民众发现，可可的农地内挖甲遮大窟，窟内面积大约1公顷，深度将近20米。进前的大水雨，毋若规正出一个湖，边仔车路机嘛出现挖坑。原地站伫咧外面的库察帮已经对咧放落水底，水管嘛断了了。民众讲，业者讲的甲做的拢无共，大车将路搞害了了，也害不少民众累惨受伤。我听是听5、6个这样，我有听过啊，然后也有听同学跟我讲过，说某某人，我问他说哪里的，他说兰花园小姐。做停车场，
把它弄平，就这样。就没想到变成一个大洞。对，因为东西越来越明了，现在就知道他们是有一个集团了。这里弄完，那边有，那边弄，这样。港口的停车场现在正做人工湖，居民愈看愈惊。市府表示，因接到通报，就马上回动派出所去看。业者无经过许可就委托就已经违法，已经裁罚2摆，拢总罚300万。也要求地主要进行土方的回填。6月初也按照区域计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当中。现已进入司法程序，本案依法正进行回填作业。同时要求业者加速修补、复原受损的道路及侧沟。施工人员表示，因估计这个窟窿要回填好势，至少要3个月以上，因为这段时间赶工大车出入多，因此路面整修的部分需要等待回填完成才开始做。这段时间会加强安全维护，避免民众搁累残发生危险。记者柯家族柯昭勇、郭永昌报道。来看云林口哦，有真侪这太阳能供电的案场，因为7月2日落大雨，造成现场淹水，甚至有的真家厝头前的车路也拢淹去。当地民代就讲呢，真侪供电案场地势较窄，那阵淹水了后呢，伊拢无要处理啊，就惊讲会生蠓虫。云林县的建设处表示讲，会会同相关单位去稽查，要求业者处理积水的问题。太阳能板下骹的农田淹水，云林县口湖乡有真侪地势较低农田气氛，造予太阳能供电业者种电，淹过电量落雨了淹水，生真侪蠓虫。最近伫个顶湖村一个案场，自7日8大水雨到即马，水拢无退，影响村民出入。而家落雨就水就足侪啦，拢无水通通出去啊！一个阿嬷90几岁啊，住伫内底啦。算讲吼，无法度通出去啦。若了落雨就是走水因兜去。这条路嘛，算讲吼，淹足大咧。爱提供他，阮大家出入会方便。这种情形吼，请有关单位开了引导，注意在乎。当地民代讲，口湖乡有真侪供电案场，若是拄着落雨淹水，拢是靠日头拍打。淹过7日8大水雨了，有真侪所在煞变做跳水池，工作要求厂商处理。淹过有一寡业者是凊彩应付尔。地主云林县政府讲，会派相关单位去现场稽查。案场经过多天之后，积水能不退哈？它大概我们会稽查。相关的积水排水路是不是有问题？那这个积水对环境卫生方面是不是会造成相关的影响？云林县政府建设处讲，已经通知业者要赶紧处理改善积水的问题。建设处会甲公所去看乡内所有案场现主时的情形，针对排水水路也有环境的卫生进行稽查，若是有无符合规定的，会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空军的专机队传出有一名姓林的飞行官违规甲总统专机派任的清单传出去，空军表示讲已经照相关的规定解处罚咯。那专家分析讲，甲总统等高层的行程泄露出去，恐惊会互敌军有行动的机会，会让咱的国军对这款的问题唔通结挂挂。也就是副空国防行政专机空军专机队，专接执行包含总统等政府首长甲国军高阶将领行政专机的任务。暗过却传出一个姓林的上尉飞官违规协，含副总统专机任务甲负责维安的升空机数的单，佮传到非国务军组技术设备。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安，那甚至是包含元首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影响。那我是希望说，国防部一定要彻查到底，行政调查、司法调查都必须要去追究，绝对不可以宽待。因为传出上级部干那检讨18日的处罚引起群众内部批评处罚无公平声音。空军回应代志发生在去年5月，在今年5月接到反映，马上由相关部门完成案件调查，已经照国军交通安全总体规定来处罚。未来保防交通等部门会无定期到单位实施无附近保密督检。这个泄露的时机是持续的话，那不好意思哦，那很可能外界就会论断说你是另有所图了。中国人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叫及时的资讯。说真的，他们还真的可以发动所谓的斩首作战。专家认为，敌军虽然应透过卫星等方式整合咱的相关机队等资讯，不过真歹确认亲像是起飞的精准时间等。那相关信息外泄，会互敌军掌握上重要及时动态，进一步有执行斩首任务等行动机会，恐惊危及国家安全。呼吁国军爱重视相关的缺失。记者综合报道。
60岁中国前海军船长梁鸿勇，去年6月偷渡来到台湾，今年2月坐驾8个月结束，以上移民署用收容替代处分来处理。最近说方发现讲，这个人接受网络媒体访问，而且佫在公开伊偷渡的过程，引起议论。抛出伊伫海面驶快艇偷渡的过程。伊是去年6月偷渡来台湾的中国籍查甫人黄鸿勇，今年2月服刑8个月期满了，移送移民署收容，验过期限也伫7个届满，这嘛是以收容代替处分伫台湾生活。接受网络媒体访问，讲伊偷渡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附近的雷达发现，我就出港以后转向南边往马祖方向，我一定要到本岛，台湾本岛。我知道在东引、马祖，这就等于跟在中国大陆的家门口嘛，这个没有安全感嘛，随时有可能就会被送回来嘛。移民署讲，收容代替处分的期间，就要定期报到或者是接受访视，但是并无规定袂使接受访问，会定期掌握伊的情形，继续处理遣返。阮姓男子于收容替代期间，遵守定期报到或接受访视等管制规定。我们会按照这个相关的程序跟规范来办理。那但是他如果有人身安全顾虑的话呢，我们会找其他的方式来确保他的人身安全。移民署有一直甲中国方面直接处理，因过中国还阁伫咧查这个查甫人的身份，所以无法度执行强制出境。而且这个查甫人讲，伊是受到中共的迫害才会逃走，无愿意家己转去。应该要尽快把人送回去，不然如果直立离开，每个人都一起这样过来，这也是一个国安危机嘞。移民署相关的驱离出境的作业应该尽快落实展开，否则这件事情不仅是失职简直是笑话。调查地会拢要求应该检讨遣返程序内面可能出现的空窗期，而且研究修法的可行性，以免国家安全出现破空。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主席特别解说在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访问澳洲结束，泡早回来到台湾，伊是跑来回应党主席解说的问题。今日强调，这礼拜上界重要就是有洪台特别来。另外，民众党的立委吴国昌表态要来选新北市长，无排除呢要含在野党做伙合作，推出上界强的人选。国民党主席特别解选，党内主要角色一定会点名，其中互相相关的台中市长罗秀燕，说团出无考虑参选，会维持当初的想法，将市长做好做满。我想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尤其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防台。这个洋流台风它本身非常的强劲，而且呢，目前方向是对着台湾而来所以我们能够及时的赶回。罗秀燕回答只低调回应党主席选举问题，真正传出罗秀燕唯一顾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拢无表态，爱等侯友宜态度明朗，排除后路竞争，才会对外说明。另外，党内竞选包括侯友宜、台北市长朱万安、见到拿发起人刘孝康也拢很看好。每个人现阶段把握当下，已经拍拼，那各自岗位已经为人民来做代志。这个每个人政治角色不一样，政治任务也不一样，好，所以我想大家都各有想法。但我觉得现在讲恐怕也为时尚早嘛，好，这不妨沉淀一下。另外一个战场，2026年县市长选举要回有味，民众党主席吴国昌表态会到伫新北市长选战。洗任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对啊，所以我才说你的位置是什么？第一个着眼的当然是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啊。我说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最好的选项，这个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会投入这场选举，会新北市长选举是。吴国昌强调，接落来更加重要的战斗位就是摕到行政权，家己一直保持善意加诚意，唔要摆脱在野强推上强竞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虽然在检署查出讲，中华民国新疆关怀协会姓陈的理事长涉嫌诈骗，对2019年开始呢，上无6年的时间，摕超过2亿的善款，真正用在咧公益项目，干那1000多万尔。咱也检方用公益侵占诈欺等罪嫌起诉3个人。这场隐密集体做运动，要一对一量身课程训练。TTCA 新疆关怀协会翕真侪影片，积极对外募款，讲是弱势关怀，提高身心障碍者的生活品质。希望有更多的，不管是民众可以支持，或者是有公司行号愿意长期的支持我们，让他们更健康，然后快乐的跟一般人一样活下去。
表明款开做爱心维修所就陷阱检方调查协会社大理事长联手叶先生线小查甫人甲叶先生的前半度小妹，一家3人用公益名义，为2019年开始的6年时间，摕到超过2亿善款，暗过大部分的钱留在锁定的落地啊，真正用在公益，干那1032万。证被告3人涉犯刑法第164条第1项之藏匿人犯、第339条之4第1项第3款之加重诈欺取财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这一家伙仔所用的送去的管的钱，用来买车、买厝、买股票，生活过个真车花。经过检方4个月侦办，查出因的不法行为也包含涉嫌向银行诈贷等等。即马专案侦查终结，树林地检署11照公益侵占、诈欺取财、背信等罪嫌，将3人起诉。很抱歉，这个号码已暂停使用。打电话给协会总机已经暂停使用，并且社群大本也停伫今年4月。这协会被搜查了后就无更新，涉嫌滥用爱心权起诉了后，在挨3被告也被1审怀疑，会阁开庭审理是毋是继续羁押。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新车头硬体设施达完工啊！这车站内面的柜台通这高雄捷运的通道呢，今仔日正式启用。头一根启用有真侪民众去找无路，不过有民众讲，总算唔通踅一块链啊，认为安尼会较方便。火车进站立刻刷刷落车。对11开始，民众无论是坐火车来到高雄火车头要搬捷运，也是坐捷运要搬火车，以后都唔免阁避上爬路。行这条直通的连通道会当节省至少5分钟的路程。民众讲，伊期待这条连通道启用已经1、2年，总算是可以等到这一天。今仔日实际来行看卖，确实加正利便，不过有部分需要阁加强。捷运来的时阵吼，拢会阁起好一楼大厅嘛。啊，佮就来迄种迄个台铁迄种迄个地下2楼的迄种月台啊，系啊，安尼算来即马安尼开放通车呢，坐要来坐火车，比较方便的啊。可是虽然找一下其实就可以看到了，但是如果可以再更明确一点的指示，这样子在转乘还有大家方面上会更好。代替表示，连通道原底按算旧的过年前要启用，因为消防安检的问题去拖着时间，才会甲大家启用。这段时间，因除了有加强相关路线指示牌以外，也会伫火车顶悬放送。启用的头一天，虽然有看到民众找无路的，不过问题拢无大。代替强调，因会持续关心，若有发现问题，就随改进。阮的列车，若要到高雄站的时阵，请列车长提醒车顶的旅客，你若伫高雄站要转乘高雄捷运的话，请伫第8车的位置，落楼来坐就好啊。有民众专工趁启用的头一天来行看卖，伊讲家己是坐捷运过来的，因为要行来火车头的指示牌做了无够妥当，有的伤细致，有的所在打伤偏，还因设一大连，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个改善。记者柯家族邱超阳高雄场报道。高雄办第4年的基丁风吹节，前2天啊呢有10万人次，当地进行交通管制。上届检价时阵呢，敢若限定基丁的民众会当驶入去，也因为逐台车拢爱检查这通行证，也造成塞车。观光局强调讲，是为着要确保着这基丁民众的通行，看人潮济少，随时来机动管制。好扯了，你这样回转呢？基丁道路头前人哭甲规啊连当地居民拢讲无看过遮尔离谱的景象。对20时到暗时，基丁路街拢有真侪观光客，为着的是这股炎热的风吹。基丁风吹节今年进入第4年，不过当地居民怨讲活动期间，伫重要路段设点搬查基丁居民的身份，造成沿路大塞车。叫我要往回开，我跟他讲我是旗津人，到贝壳馆的时候又要叫我往回开。然后我再跟他讲，我是旗津人，不方便就是那个窗户打下来啊。如果塞车的话，其实塞车真的是很麻烦啊，因为我们旗津只有一条路。明代也积极不应该，毕竟风吹节活动已经第4年啊，所以也找袂出有效的管控方案。加上后礼拜也有2日的活动，呼吁市府爱做调整。为了保障旗津居民权益，由现场的员警询问是否为旗津居民，只需告知是当地居民即可放行。高雄市政府应该要研拟一个好的政策，譬如说用通行证，让旗津的居民可以不需要每次停下来做拦检。市府回应，顶礼拜活动总共有10万人参加，现场分4阶段管制，看情况调整。礼拜2下晡4点，因为人伤济，启动全岛的管制。不过，伫车流降低了后，就已经解除。警方嘛表示，警察敢若问居民的身份就放行，无开上久的时间，研判是停车场已经满，造成塞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讲到这捡落来垦丁，唔但游客真多，还佫有几落10万只的这个正水公仔妈妈，准备要去到海底放卵。不过，这抓放卵的路程呢，常常当着生命危险。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伫咧生态高峰期初8到初10这3天进行交通管制，要护送这公仔妈妈平安去海底放卵。车拢暂时停伫路边，志工举牌仔宣导，这是恒春往垦丁的大条路，第26号。逐年旧历6月到10月是垦丁正水公仔生态的高峰期，尤其是15月1日数量上济，因为前几年落雪的状况严重，影响到公仔的数量。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只好进行管制，避免落雪搁发生。香蕉湾那一区的毛竹这个物种，它应该是全台湾的，它抱卵体型是最小的。这个就是一个警讯啦。这个时段是只是针对毛竹这个物种去做设计的，因为这个物种它体型最大，然后它最容易观察到，所以长期以来它的数据，它的那个迁徙的周期最完整，它在哪个时间点最多，大概都很清楚。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对8月开始，伫台26线金蕉湾到沙岛路段展开3摆的管制，交通管制伫旧历6月至8月15、16、17 3天暗时实施封路，10分钟通行1摆，缩减外车道。8月这3天就护送201只公仔妈妈安全过路，互因顺利到海底放卵。这3天大致上都是算顺畅，也谢谢居民还有游客的配合。那这3天的成果有护送的201只毛竹岩啄蟹的抱卵母蟹到海边去试幼。自从设置的护蟹廊道之后，从沿海的7、8成陆沙粒降为现在的2成的陆沙粒。除了交通管制，管理处嘛呼吁民众，若有看到警示的路牌，驶车就爱减速，提供这水公仔一条安全的路。伊嘛讲，若发现有人偷掠公仔，也是破坏车地，也爱通报警方，大家做伙守护海岸每一条生命。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南埔这店180年王孙石长寿王船原本结束啊，不过下晡时阵呢，这交杯景伫咧海岸路施桥，所桥班因为插翻发生误会，现场就发生冲突啊。庙方强调讲已经有圆满化解了。警察大声化解冷静的桥班人员相并同款化解嬉戏桥，甚至有人起脚动手，场面非常乱。七十府城埔仔店破坏王船出巡，下晡新桥安座国交背景伫海岸路施桥，无意外发生桥班人员因为插翻事件发生冲突。经过了解，插翻是开交背景总会时公开抽签，哪像是游戏规则，有固定的顺序，袂使插队，嘛因为安尼先相并弯起来。庙方讲这是小可误会，拢处理圆满啊。有一边的头人因为喝醉了，而且就是他们想要先参美点再先登去，所以就是要插翻，对方无同意啊。听讲在讲的时阵，两边讲了无拄好。保安局员警获报后，立即调派警力控制现场，并将相关涉案人员依刑法剧中都罪嫌带回侦办。让180当埔仔店照顾咧办王孙石长寿化，向天上王爷顺手替地方消灾，不离个王船日前出旁，主家安平时，庙方煞指控有文书学者乌白讲无王孙石，庙方强调以人类宗教学来讲，因180当是以60年一假子，3个假子180当来算，过去伫清朝冇记录。另外，伊嘛有请教济研究王孙石的专家。因讲宣战是要甲这件代志头尾讲好清楚。感恩大家，真正感恩大家啊！我都能做这工作。王孙石，大体顺序顺王孙石，绝对有这物件。讲无的人，我希望你来我会识的。不过王孙石这个科技，确实是咱的坡内底确实真正有。对比一趟外，王孙石总算圆满成功。庙方讲，这届无论是因家己交背景，也是无私奉献的志工，大家拢尽心尽力在做，这嘛为历史留下一笔记录。伊希望外界莫去讲这无影无食的代志。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有3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鹿港灵山寺，真侪所在拢会漏水啊，一寡插头拢变形凹去啊。文资局今年公告灵山寺检修工程毋过流标，第2届招标是8月14开标，庙方也烦恼讲无厂商来投标，会去牵着修复时间。
有300年历史的固定古迹鹿港龙山寺庙内有侪插头的建筑，但是年久过深，尤其150年起做的拜殿，头前2基维持结构的条仔，半年前开始漏水，加上前一阵仔的大水雨，和涉水的情形愈严重。顶回风台的时阵吼，就漏水的时阵，知影就是咱正殿的乡的龙边参湖边的迄个条仔吼，拢会受水来安尼啊。漏水情形会影响这个结构的安全吼，所以讲希望讲各界吼会当咱注意这个问题吼，这个代志会当尽快吼，得到一个解决吼。虽讲文资局今年有公告龙山寺检修再利用工程，但是因为投标厂商无够投标，庙方表示2022年的彩绘修复工程，有文化团体认为得标厂商的八卦塘仔示范区未修身，引起争议。落尾工程解约，停工较紧，庙方嘛烦恼因为进前的彩绘争议，影响厂商投标意愿，牵着修复的时间。希望公众体会龙山寺的困境啦留言伤过头多关心伤过多其实对龙山寺嘛不是讲较好的帮助啦。维持这个整个大环境啊，就是说缺工缺料。但因为龙山寺它是一个很复杂、符合相关规定的停车场的资格，家数本来就不是很多。我们现在也还是在积极的邀标中。文资局表示，龙山寺检修再利用工程会针对厝顶漏水、插头建筑、壁道受损，佮排水系统这类问题来处理。目前正在进行第2届招标，嘛会积极协调，邀请厂商来投标，希望会当伫年底进前顺利发包。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为了服务进行奖介者，南投县政府伫咧德山打造南投县第2间精神奖介者协作模式据点，和精神奖介者做伙合作，做伙生活，会当学习自立。选日式炒面大家做伙讨论中道的菜单，并且分工工课。这是南投县第1间精神障碍者协作模式据点自由会所，因伫遮生活会互相合作，摒扫会所内底环境，做文书的工课。上重要的是，大家伫遮拢会开讲，互相提供心内支持。跟会员之间的相处，也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然后可以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另外一个家。自由会所目前服务56位精神障碍者，当中有13位是长期稳定的参与。成员组成先定位，会所服务的人数莫伤济，品质才会好。承办会所的南投县康复之友协会，嘛希望县府投入偌济资源。因为目前会馆是用爱心卡坐车，1个月1000块的补助若用了，就无法度来会所。会员数不用收得多，就是可以让职员更了解会员所需要的东西。身障证明是可以有一个爱心卡1000块的部分，那使用完毕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再过来会所，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南投县政府表示，未来嘛会想办法找主审单位，和精神障碍者会当稳定参与据点活动。阮会积极来媒合业者来观察来反映中央来看捌的那会当来缩小迄个会员数，对于服务品质可能有较有帮助。因为服务精神障碍者的第1间会所服务效果不济啊，南投县府嘛伫第3成立第2间据点合作地方会所。南投县府表示，等第2间营运稳定了后，未来嘛规划伫南投市或者是民间乡，各成增加1间，服务精神障碍者顺利伫社区生活。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嘉义县政府今年举办台语季活动，大家去到绿草了解这稻仔成长过程，也透过活动认捌在地食材，也和这内面呢会当互民众学到台语，还佫学家己。旧年是个七仔脚当做稻面的色水来创作，参加嘉义县台语季活动的大人甲囡仔，来到绿草乡的产地，除了要认捌七仔的相关知识，嘛要为这当中来学习台语。会准备一寡台语的俗语，交美有关系台语的一寡历史语，要叫民众扭紧这个距离，大家知影讲，咱米是安怎辛苦种出来，一粒米会当生出，咱种出来时一撮七仔会当生出偌济米。除了学习七仔的生长知识，课程嘛有安排食食的体验，互上课的民众用家己的手甲喙来感受在地食材。主办单位表示，包括台语浸水式的体验课程，互民众伫学习台语的过程当中，感受功夫到厝要食到有的一言一行。我是台北人，然后其实本身不太会讲台语，但是阮爸爸妈妈都会讲台语，所以常常去互人笑。来这边的话，就加减听一个，加减学一个安尼。
我感觉讲这台语课真赞啊，互大家学台语，佫会当有佚佗，啊，佫有迄 DIY 实际落去食物件，体验着因这农民所做出来的迄个种出来的米。嘉义县政府文管局表示，这届台语季活动用在地食食作主题，透过囡仔到行读甲工作坊的方式，计用70场的活动，要让台语季除了有语言推广，嘛会当来传承在地文化甲产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莲花园戏剧总团有一出《盖白关传说》，是对1993年到今传32年的经典作品，这全世界上无有50万人看过。今年要来推出着这传承版，有加入真侪新世代演员，对舞台服装等等也有新创意，希望会当让戏迷看到老戏出的新灵魂。两国小队第个男女主角交换名兼做定情信物，不过因的恋情却无法度受到祝福。女主角的老爸为着争夺江山，要甲嫁予别人，两人拄当真侪挑战。莲花园戏剧总团一出《盖白关传说》，是自1993年首演以来传到今的经典作品。莲花园表示，为着要让戏出通对得着现代思想，唔但凸显女性为爱杀出万重围的勇敢，嘛用阮男性展现悲伤脆弱的一面。伫咧这个过程中，本来其实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就脆弱、就可怜，但是这届阮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角色，伊非常的有力，这个力是女性散发出来的。莲花园自日本时代1929年承办到当800年，为着要让歌戏通继续传承落去，今年《盖白关传说》传承版加入侪新世代演员。有演员表示，家己接续伫咧师傅纯粹风后壁也未演出压力真大，为着要有好表现，团队原来下真侪功夫。因为头前老师的铺陈真重要嘛，爱谈恋爱，爱国家。爱搁开，爱搁找，嘿，我若上尾代无家做好，就对不起老师啊。对，所以我感觉压力就大个。就亲像阮伫咧即个大家庭共款，大家做伙拍拼，为着即出戏，大家为着共同的目标，安尼努力。莲花园的《盖白关传说》伫世界5大洲都捌演出过，32年来全球上无有50万人看过。今年由新世代制作团队接手，对舞台服装等等的设计发挥创意，和传统歌戏结合现代剧场和电影的节奏，拍算9月20、21伫咧国家戏剧院演出，希望让戏迷看到老戏出的新灵魂。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讲到这英国艺术吉兰爱丁堡的阿瑟王子车站发生野火灾情，虽然是无人伤亡，不过这火拖真紧。阿瑟王子的河里路的公园大部分拢是关起来，这尤其是跋倒日记的。另外，这南澳的热浪各地头拢超过40度，车站风势转强，西班牙西北部的卡苏提亚莱昂受到这野火侵袭，有1400人撤离。这野火也逼近到这世界遗产拉斯梅迪拉斯矿区。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的有名代表亚瑟王族一直飘出火烧了后的乌烟，几公里外的地点会当清楚看到向顶面冲的乌烟。车站这座小火山景点发生野火灾害，火势真紧炭烧，无情当时爱丁堡的旅游大月，爱丁堡艺术节甲绿洲合唱团演唱会陆续登场，当地约有大批的观光客。好在目前无传出伤亡消息。亚瑟王族所在的荷里路德公园也暂时关起来，这是伫7月中苏格兰各地了后，当地各传出野火灾害，因为苏格兰各地为5月以来都面临欠水，互拍火工作更较困难。伫西班牙西北部卡斯提亚莱昂的野火继续炭烧，受到小型无减加强风的影响，火势一直炭开，也影响世界遗产拉斯梅德拉斯金矿山区。因为火场有几个所在，当局怀疑部分灾区有人放火，目前超过1400人被迫撤离公园，也有居民无愿意离开。La gente se marchó, pero los que no nos queremos marchar no nos marchamos porque sabemos que no van a hacer nada. O sea, no lo han hecho durante todo el año, o sea, durante todo el día.
当地政府紧急调派军队的消防单位加入拍火行列，因为这波极端高温有假会继续到10时。民防单位经过野火受灾规模，恐惊也会扩大。另外，伫附近的法国南部地中海地区，采购爆发的野火烧掉16000公顷的土地，也造成死伤灾害。会当讲是1949年以来规模上大的一场火灾。目前火势已经有较长好啊。Le feu est désormais maîtrisé. À 18h, le feu est maîtrisé, ce qui suppose tout de même de maintenir la mobilisation. 因为当地小影还未转好，气温会当升到-40度，加上气候大暑，所以消防单位警告，无排除火灾会搁倒起来。公视新闻刘淑芬编译。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公开表示，为着要解救人质，即以色列用正紧的速度毁掉哈马斯甲加沙的控制权摕落来，将以色列去攻击造成7个人死亡，这当中有4个呢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和工作人员。Four Al Jazeera journalists have been murdered in a targeted Israeli strike. 正所激动的亲友为着维体甲这波攻击的幸存者，真久无法度平复。实在以色列对加沙市东部西法病院附近的一个布棚发动攻击，造成7人死亡，其中4人是半岛电视台记者甲工作人员。以色列方面讲，死者当中的夏利夫不是记者，是哈马斯一个小组的带头人。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顶个月夏利夫遭到以色列军队锁定，知影伊可能有生命危险，一直赴保护记者委员会、甲联合国言论自由问题专家等机构，要求以色列提出对夏利夫指控的实际证据。就伫国际社会谴责声音愈来愈悬的时阵，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7日又原宣布，真紧就要对加沙发动新一波的攻势。加沙南部边境已经出现以色列军队的战车甲地面的部队。This is the best way to end the war and the best way to end it speedily. 纳坦雅胡的全面接管加沙言论出来，几个周末为欧洲的英国、德国、西班牙、加希腊、南美洲的智利、甲欧亚交界土耳其，甚至以色列国内拢发起反对示威。联合国安理会也伫周末邀请各国代表对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战参详对策。The latest decis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risks igniting another horrific chapter in this conflict, with potential consequences beyond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目前做协调人的埃及甲卡达嚟建议一份新的停火协议。美国中东特使维科夫也希望引用停火换哈马斯手头，有关乎50名以色列人质。第拜日以哈战争进入674日的这个时阵，各方赶紧速度，想要挽救尤其搁限制绝境的加沙。公视新闻洪如梅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